2003年3月27號早晨，喺美國俄亥俄一個只有大約2000人嘅小鎮 Bradford， 一位4歲嘅細路仔 Damien 着住沾滿血跡嘅睡衣同埋對砵，獨自跑咗1.6公里去到咗幼稚園。呢一日佢遲到咗。當老師問佢發生乜嘢事嘅時候，Damien 嘅語氣平靜，但係就講出咗一句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嘅說話：我嘅太公太婆喺度融化緊。幾個鐘頭之後，警方喺一棟農舍嘅睡房度發現咗2具被行刑式處決嘅遺體。男死者 Jack 嘅頭部中槍，當場斃命，幾乎冇掙扎嘅痕跡。女死者 Linda 嘅雙手有防禦性槍傷，面部遭到近距離射擊，幾乎冇辦法辨認，場面觸目驚心。另外，佢哋亦都喺床上發現咗一啲黐有殘餘膠紙嘅棉絮，相信呢個係兇手自製嘅消音器。經過解剖之後，法醫證實佢哋嘅死亡時間係清晨4點至6點之間，而兇器就係一支12號口徑嘅散彈槍。現場冇被手刮嘅痕跡，亦都冇遺失任何貴重嘅物品，但係電話線就被剪斷咗，而唯一嘅目擊者就係4歲嘅 Damien。一開始大家都以為呢個係一場外來嘅仇殺，但係警方好快就發現真正嘅兇手從來都冇離開過呢個家庭。歡迎嚟到懸疑檔案，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單因為信任而靠近，但係就因為繼承而毀滅嘅家庭謀殺案。52歲嘅 Jack 同56歲嘅 Linda 於1996年結婚，呢段亦都係雙方嘅第2段婚姻。佢哋嘅生活簡單規律，亦都冇同其他人結怨。兩夫妻喺鎮上開咗一間披薩店，亦都經營住翻新二手車嘅生意，手頭上仲有幾處出租物業。Damien 嘅親生媽媽叫做 Amber， 佢係 Linda 嘅孫女。1998年17歲嘅 Amber 仲係一位學生，並冇能力撫養仔仔，所以 Jack 同 Linda 就將 Damien 接咗過嚟，等 Amber 可以專心求學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 Amber 今年啱啱結婚，經濟亦都逐漸穩定，所以佢打算喺 Damien 完成幼稚園之後就將佢接返屋企，一家團聚。Damien 喺農舍生活得好開心， Jack 同 Linda 好錫佢，照顧佢，而喺 Damien 嘅世界入邊，太公太婆就係佢嘅全部。萬萬估唔到 Damien 仲未嚟得切報答佢哋，就已經天人永隔啦。警方視察咗現場環境，發現地下室嘅窗口俾人拆開咗，可惜上邊並冇留低指紋。不過兇手就喺泥土上留低咗部分鞋碼為7號半嘅鞋印。其中一位鄰居同警方講，佢喺清晨4點半揸車返工嘅時候，曾經見到一架可疑嘅貨 van 泊咗喺 Jack 同 Linda 嘅車道上。不過佢唔記得車牌號碼，亦都冇見到司機嘅樣。Damien 喺錄口供嘅時候表示，佢喺案發當晚並冇聽到任何槍聲，佢係喺瞓醒之後先至發現太公太婆瞓咗喺血泊中。當時佢嘗試用紙巾幫佢哋止血，但係就無補於事。之後佢曾經嘗試報警，但係電話就一直打唔通，所以先至會跑到幼稚園求救。跟住 Damien 同警方講咗一個重要嘅信息，佢表示佢喺清晨時分見到一個綠色怪物進入咗佢間房，怪物望咗佢一眼，以為佢喺度瞓緊覺，所以就離開咗。警方推斷兇手當時可能係着咗綠色嘅風褸，不過呢個綠色怪物到底係邊個？佢嘅動機又係乜嘢？一開始警方好快就將目標鎖定喺 Damien 生父 Andrew 嘅身上。Andrew 唔願意支付 Damien 嘅生活費，亦都曾經因為撫養權嘅事而同 Linda 發生過激烈嘅拗撬，仲因為咁而威脅話要殺咗佢。不過 Andrew 案發當時身在 Kentucky 工作，而佢嘅僱主亦都證實咗佢嘅不在場證據，所以佢嘅嫌疑就被排除咗。之後警方又將目光轉移到 Jack 嘅2個仔身上。
28歲嘅大仔 Travis 曾經因為財務問題同爸爸發生過爭執，不過 Travis 之後就搬到咗 Arizona 定居。案發當時亦都有可靠嘅不在場證據，所以佢嘅嫌疑亦都被排除咗。至於25歲嘅細仔 Greg， 佢嘅性格溫順，冇犯罪記錄，同爸爸 Jack 嘅關係亦都好親密。爸爸再婚嘅時候，佢甚至仲企喺婚禮現場，以伴郎嘅身份祝福爸爸。對於親友嚟講， Greg 絕對冇可能係兇手。不過經過警方嘅深入調查之後，一個關鍵嘅事實令呢個睇似穩定嘅形象慢慢開始出現裂痕。案發冇幾耐之前， Greg 因為濫藥同埋酗酒嘅問題而陷入咗財困，佢間屋即將俾銀行查封，佢仲有2個好細嘅仔女要撫養，而佢而家連一個穩定嘅住所都保唔住。據稱 Greg 曾經要求爸爸幫手還債，但係就被拒絕。不過真正令警方警覺嘅係 Greg 係農舍嘅唯一繼承人，亦即係話只要爸爸死亡，佢就可以即刻繼承嗰棟農舍同埋嗰片接近40英畝嘅土地。根據 Greg 朋友嘅講法， Greg 曾經問過佢自己可以去邊度買槍解決爸爸，令佢感到非常心寒。另外 Greg 嘅女朋友亦都表示， Greg 喺案發當日比平時早出門工作，呢一點無疑加深咗佢嘅嫌疑。於是警方即刻申請咗搜查令，搜查 Greg 嘅屋企，但係就無功而返。佢哋冇揾到空槍或者係子彈，亦都冇揾到任何綠色風褸。另外，案發現場發現嘅鞋印亦都同 Greg 嘅鞋碼唔吻合。喺審訊室， Greg 堅稱自己同案件無關，並表示佢喺案發當時正喺48公里外嘅地方返工。公司嘅記錄亦都顯示 Greg 確實喺當日清晨5點23分打卡返工。事情發展到呢度，所有嘅線索似乎都斷咗，但係警方並冇放棄，佢哋召集咗一班志願者，開始沿住案發現場到 Greg 返工地點之間所有可能嘅路線進行搜索，希望可以揾到新嘅線索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喺經過咗接近1個禮拜嘅努力之後，佢哋終於喺 Stillwater River 揾到咗案件嘅突破口，而呢度距離案發現場只有14.5公里。佢哋喺河入邊發現咗一支12口徑嘅散彈槍，槍管上仲有殘餘嘅膠紙，而呢款膠紙亦都同喺案發現場揾到嘅自製消音器上嘅膠紙類型吻合。跟住警方亦都喺下游度發現咗一個黑色膠袋，入邊裝住一對橡膠手套、2隻散彈槍嘅彈殼、一套綠色風褸、一個頭套、一對7號半嘅網球鞋，同埋一啲同自製消音器相似嘅棉絮。經過比對之後，證實呢對網球鞋同案發現場發現嘅鞋印吻合。雖然散彈槍上嘅編號刻意俾人刮花咗，但係鑑證人員都係成功還原咗部分嘅編號，並成功追蹤到持槍人嘅身份。散彈槍嘅主人叫做姚尊，佢表示佢喺3月25號，亦即係案發嘅前2日，以$175嘅價格將支槍賣咗俾 Greg。與此同時，鑑證人員亦都成功喺手套上採集到屬於 Greg 嘅指紋。另外，警方亦都喺一間商店嘅閉路電視度發現 Greg 喺案發前2日喺鋪頭度賣咗膠紙、棉絮同埋一盒子彈，而子彈類型亦都同死者身上嘅子彈吻合。於是 Greg 馬上被逮捕。警方推斷案發當日清晨4點，Greg 揸車嚟到咗父母嘅農舍，佢換上咗比自己鞋碼細2號嘅網球鞋，拆開咗地下室嘅窗口，並故意喺泥土上留低鞋印，企圖混淆警方嘅視線。之後 Greg 着上咗綠色風褸，並利用裝上咗自製消音器嘅散彈槍，無情咁終結咗爸爸同繼母嘅性命。跟住佢進入咗 Damien 間房，確保佢嘅罪行冇被發現。好彩嘅係 Damien 當時詐瞓，
如果唔係，佢可能已經成為咗槍下亡魂啦。之後 Greg 將架車揸到 Stillwater River， 將兇器同埋其他證據一齊抌入河道，跟住再若無其事咁去到公司打卡返工。2004年4月，本案正式開審。Greg 喺庭上否認咗所有控罪，辯方嘗試打苦情牌，並指出 Greg 同哥哥自細就喺一個缺乏父親支持、充滿虐待情況嘅環境中成長。不過控方就表示，因為 Greg 嘅貪念同埋惡行，導致 Damien 目睹咗任何小朋友都唔應該被逼見到嘅事。由於本案嘅證據確鑿，所以陪審團只係用咗幾個鐘就做出咗裁決。最終 Greg 被控2項重罪謀殺，罪名成立，被判2個無期徒刑，不得假釋。案件塵埃落定之後， Damien 返到咗媽媽 Amber 嘅身邊。雖然 Damien 有一段時間需要接受心理輔導，但係佢好快就克服咗兒時嘅陰影。慶幸嘅係，佢冇被過去嘅黑暗打敗，並帶住太公太婆所留下嘅愛、力量同埋精神，繼續前行，展開人生嘅新篇章。目前已經27歲嘅 Damien 係一位電單車發燒友，佢喺一間製造公司度工作，過住平凡而低調嘅生活。